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丰收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农业部今仔日证实，为伫台中5车饲猪场验到非洲猪瘟阳性反应。上午，咱台南市由市长黄伟哲亲身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将为第2务备金拨付1000万来积极应对，同时全面启动高规格防疫机制。而且市长嘛引用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所讲过话，爱全力守护咱的卤肉饭。苏贞昌院长在当初中国大陆发生非洲猪瘟的时候，就是说要守护我们的卤肉饭。卤肉饭也讲个守会条，台南市有527个猪条，大约58万只猪，是全国第4大饲猪中心。台中爆发非洲猪灾，虽然是人畜共同传染疾病，却对着产业影响非常的大。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要做最严密、最好的防疫措施，看看能不能够让非洲猪瘟不会蔓延。厨余业者希望这个厨余完全不是丢弃，这是要进到我们的这个焚化炉。
为着呼吁千万通用喷来饲猪，避免疫情扩大，嘛指出目前市府除了配合中央，预计对第二预备金拨付1000万，规划防疫宣导、产业甲消费的应对等等，同时启动跨局处防范措施。12点开始之后的猪只如果路上有一些猪只的部分，其实它是禁止禁运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要原自留置的，这个部分也会请警察局来帮忙做协助。如果有大规模发生的时候，掩埋场或是化制厂，还有那个化制厂的部分的能量盘点。陆安局曾经办理过非洲地灾防疫演习，提升应变甲处置能力，包括饲猪场的清扫、禁止用喷饲猪、强化监测系统，异常死亡猪马上通报进行采样，向民众宣导唔通再来路不明的猪肉制品入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经发局举办选台南炸好礼溪南商圈特色行销记者会，邀请店家来介绍品牌故事甲特色的商品，带领消费者行入溪南地区24个商圈，体会产品背后的意义，嘛来了解商圈的水。其中为着掀开溪南商圈的创报册，趁年底台南购物节活动起跑，台南市经发局特别办理选台南炸好礼行销特色商圈，现场各商圈代表提出丰富的在地商品，为着经变成推销员替台南美食好礼挂三重保证，保证满意度最高，保证采流率最低，保证 CP 值最高。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其实很多台南的好礼就跟台南的好吃的农特产品一样，跟台南的美食一样，很多就是没有试过不知道，一试过就成主顾。溪南各商圈拢代表台南骄傲，经典现城市文化甲生活美学，包括孔庙迄个是赤坎澎湃商圈的文化气氛，安平商圈知名的观光美食，盐埕商圈盐场文化结合生活创意。国华友爱商圈的经典美食加文创商品，现代商圈有学生上爱美食，拢是深受国内外民众的介意。台南也是 Time Out 杂志获选或者 Time Out 杂志选为这个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的第6名全台湾唯一就只有台南入选，所以呢，美食加上好礼，就能够搭配出你最好的人情。溪南地区兼有高城文化、观光资源甲消费力，市府将持续辅导商圈甲行销资源整合，办理多元推广活动，打造更有竞争力甲营销发展的城市品牌。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伫经过一家子的岁月以后，日前举办61周年校庆活动。伫隆重的典礼当中，除了有第7届杰出校友、服务自深的高级员工的颁奖表扬以外，学生嘛展出精彩表演，共同为学校庆祝生日快乐。1964年创立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对创校初期的新娘学校，经过台南女子技术学院、台南科技大学，到今已经发展成融合文化艺术加科技创新的综合大学。伊伫经过一家子的岁月以后，18号盛大举办61周年校庆。一开始舞蹈系以2025年北海道大舞节精彩演出加开序幕。61周年校庆，除了颁发第7届杰出校友奖，肯定因伫各自的专业突出表现，为母校争取公营以外，今年上大无同，就是将舞台交予学生，展现各系所用创意美学加实践的精神，持续发光发热。今年在校庆典礼上面，有别于以往，我们增加了很多学生参与的活动，让学生能够在野界校庆的舞台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一个欢乐的61周年校庆。会中无论动态表演展现青春活力，或者是传达原住民文化传承的精神，也是优雅的场地演奏，用音乐等多元的艺术软实力来为学校庆祝生日，让予在场师生贵宾满足的享受。同时，各系所嘛安排校友回来后头厝，共同见证61周年的荣耀甲传承。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咱台南家扶中心为了让经济弱势受助家庭有机会到电影戏院享受难得娱乐，由精美材料科技特别赞助，除了招待200位亲子包场看电影，并且大家领用300份的爱心礼包，响应家扶中心岁末慰劳公益行动。并且欠长内度为3顿走总的弱势家庭，这回抱着欢喜心，有机会来电影院享受食爆米香、啉可乐，感受难得的假日时光。因为在地科技大厂精美材料，发挥共创美好未来企业社会责任。18号除了包场招待南台南家扶中心200位亲子来看电影，同时也加码利用300份爱心礼包来为辅助家庭传岁末慰劳的45万餐费，场面温馨。企业有余力的话呢，我们尽量能够去回馈到我们的社会。好，那当然社会上其实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好，那我们这次刚好跟南家扶合作嘛，哈，因为在地化嘛，哈，我们尽量从台南开始，那希望透过企业这个微薄的力量，哈，那响应大家一起来帮助整个社会共同成长，一起美好。成美材料科技公司他们也大力的赞助了我们这个爱心礼包，我们总共赞助了我们300份的爱心礼包，希望说我们全体的扶助家庭900多户的扶助家庭，每一户家庭都在年底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爱心礼包，然后让孩子们亲子们一起去采购他们家里所需要的各式的民生用品跟礼物，然后满满的谢谢我们美材料科技公司，谢谢。精美材料科技当年到伫社会关怀，这回首次甲南台南家扶中心合作，的大手笔来赞助，嘛抛砖引玉，共同呼吁社会大众加入爱心礼包行列，无论金额济少，拢来支持900户的扶助家庭。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国家太空中心主导，国内团队自主研制超过8成福尔摩沙卫星8号，将伫11月初正式升空。南洋天文馆特别结合国家太空中心、甲成功大学，共同推出星轨任务出发福卫8号特展。10月24号开始，将伫南洋天文馆免费展出。除了会当看到福卫8号缩小版的模型，还有太空科技相关主题甲活动的体验，要让民众伫趣味当中来认识太空。走入周末将开展的星轨任务出发福卫8号特展，各种太空科技的展示让人大开眼界。还是支援了我们一个6:1的那个结构。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在福卫8号上面的几个主要的构造，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包含到插背的天线，然后呢这个很厉害的照相机，然后呢成大的科学筹展，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透过策展人介绍，让人更了解太空科技中心的任务是什么，卫星是如何运作。福卫8号这是台湾3期计划的星系当中的第1枚成员发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在这次的特展当中呢，我们展示了福卫8号整个星系的发展，然后卫星，还有包含到它的科学，因为这次的科学筹展是由成功大学我
和几位老师的联合团队所共同负责。那我们展示了这个科学筹载的发展，还有它所要进行的科学项目。那我们希望在这个特展当中，让民众能够进入到近距离的接触到太空，从卫星科技、科学，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台南在太空方面的历史轨迹。这次是南营天文馆由教育局调整到文化局编制的首档展览，配合福卫8号卫星在11月正式升空，特别联合国家太空中心与成功大学的精心策划。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福卫8号可以带领我们从地球到太空，这也象征台湾人民勇于挑战与坚持理想的精神。我刚就任的时候，曾经有提到一个想法，就是深耕于土地，但是也要摸得到天空。那也正好10月1号，天文馆正好编制上放到那个文化局。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们正好把文化跟天文这2件事情呢，做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串联。所以也谢谢天文领域的专家们。那透过你们的努力，然后让我们的想象可以从地球到太空。协助策展的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朱崇慧表示，福卫8号带着精细照相机，肩负观测气候变迁、环境变化与灾害监测的重要任务，展现科技与文化交织的价值。太空中心起运的时候，那总统有过来特别莅临指导，那他给了这个卫星一个名字，叫做齐柏林卫星。那它主要的期许就是说，我们这颗卫星能够跟祈导员的心愿一样，用影像来守护台湾。那从更高的地方，从太空来守护台湾。这次展览结合教育推广、学术研究与科技应用，民众透过展区介绍以及多媒体互动设计，让观众理解太空科技其实与日常生活、环境保护相互关联。配合展览开幕，南营天文馆25日也会举办科技点火、绚丽太空嘉年华活动，推出火箭 DIY、太空闯关以及亲子手作课程。天文馆欢迎民众一起来探索太空的奥妙与趣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刷得来带大家来去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内面看卖。明传的生物科技学系实验室有学生开发出用植物泥作为原料的米冰淇淋，另外嘛开发出一款高粱米露，得到经济部的金牌奖。同时，佮持续开发姜糖等等的产品，借出锻炼学生的创意佮实力。来到明传大学桃园校区的生科小铺，同学们正在吃刚买来的冰淇淋，原来这是校内才吃得到的米冰淇淋。好吃啊，好吃。常买啊，都会来买啊。味道不一样，蛮特别的。它有一个那种米浆跟米曲的香味，就是它不用加糖就觉得比较甜一点的。然后他们的材料其实都蛮扎实的，用料都比较好一点。这一款米冰淇淋是由明传大学应用生物科技实验室的学生团队近年所研发出来的特殊口味，同学们也分享研发心得。他们尝试混合多种原料，历经植物奶常不小心煮烧焦的窘境，终于稳定能每天在自有商店开卖。独特的米香味和原料纯素的特色，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来享用。我们用杏仁、黄豆、米跟植物奶油做植物奶冰淇淋，然后做的前一天要先泡豆，然后第2天要磨豆浆，然后磨豆浆的时候，把所有浆均匀的混合在一起，就都倒一点进去这样，然后均质5分钟，然后再倒入冰淇淋机里面。就是因为当初制作的话我们都不熟，像是怎么煮豆浆。因为豆浆其实真的很容易烧焦，我们很常做失败啊。现在的话就越来越熟了。我们是先做好植物奶，然后再去配口味，对，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少量的配，然后再用等比例放大，做成大量的植物奶这样。我们做草莓口味，然后做失败，最后找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能用果酱来当它的味道，然后因为果酱里面有胶。的成分，然后可能去冷冻了，然后可能质变了，所以全部的冰淇淋都坏掉。
负责领导应用生物科技实验室的教授介绍，实验室以开发酒类和新食品制成以及培育菌种的应用研究为主。先前便有学生开发出一款蓝啤酒，加入高粱萃取物，号称可降低血脂，并在当时拿下经济部金牌奖，成为学校的特色纪念品。目前也持续开发结合在地农产的姜糖等产品。民传大学副校长表示，校方期盼透过实验室训练生科系的学生们发挥创意，结合知识，制作出特色产品，提升学生整体能力。我们实验室呢，主要在做各种酒类的制成的开发，还有一些新的餐饮概念、食品的概念呢，那导入我们的未来现在到未来的制成里面。学生刚进来的时候，他们也对这个东西也不了解，然后呢，经由他们跟我讨论，然后我给他一个方向，然后呢，又让他们去发想去制作。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之前呢得过奖的一个产品，我们以前叫做霹雳啤酒，现在叫做蓝啤酒。然后呢，这啤酒呢，最主要是从高粱的抽出物，加入到一般传统啤酒原料里面所制作的啤酒。然后呢，要在理论上来说呢，这高粱的啤酒呢，会比一般的啤酒呢，来的抗氧活性好一些，而且呢，要带来高粱抽出物里面对身体有帮助的部分。对，那里面呢，其实它里面有做了各种很特别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有米其林啊，然后又有我们自己的酒啊，然后现在我们最新的是我们的这个啤酒，这叫做高粱啤酒。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们有生科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然后它可以把它变成了产品，所以它会把很多的一些化学，可能本来是一些很复杂的概念，它会用那种很实际的方式变成了产品。那呢，学生他在里面他又学到了知识，而且他还吃到了好吃的东西，所以是一举两得。随着教育进步，除了具备知识和实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整合能力，并再加深加广。因此，借由实验室的平台与设备，民传大学校方期盼协助师生勇于开发新产品，同时也锻炼好自己的能力来应付未来挑战。记者刘丽婷台北报道。一般人真少会踏入去高雄的高尔夫的球场，不过现此时球场边啊，大丛的树林陆续改设，搁加了一个美丽水池啊。地方池改造工程将要完工，开放以后将会成为高雄市政府所管辖的上大工程。高雄高尔夫球场面积约60公顷，是南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球场之一。高雄市政府在前年租约到期后收回，目前志宏池改造工程即将完工，开放后将成为高雄市政府管辖最大的公园。附近民众表示，高尔夫球场改造后又多了一处景点，可让民众休闲运动好去处。因为较早高尔夫球的运作是嘛，伊用会员制的嘛，伫拍也无几个人啊，也无几个人去拍。你说景观还是咱好啊，利用个变得更加好诶。高尔夫球场这方面，我希望当然加上陈群湖，再来就是长庚的一个大型的 shopping mall， 这些就一贯性的建设一直起来。我希望的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至于高尔夫球场，可能太单调，而且高尔夫球场我也希望可以留的活动还是可以留。高雄高尔夫球场转型工程将完工，60公顷绿地将超越卫武营，成为高雄第2大公园绿地。市议员邱俊宪指出，高尔夫球场开放市民使用，乐观其成，但要提醒相关局处妥善规划交通动线与停车空间，也要注意照明、坡度、无障碍设施等安全规划。高雄高尔夫球场长期都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球场。那过去因为合约跟经营的一些问题，那市府收回来自己来维护管理。那最近听到市府完成了里面相关的硬体的改善，那规划要来开放给全高雄市民来使用。那这部分我们当然是支持，也乐观其成。只是里面的地形比较高高低低起伏，那也要注意这些无障碍跟长辈的通行上面是不是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那边的交通动线也比较单一。那未来如果开放之后，民众到那边的车辆的动线跟停车的问题，我想市府要一并的做最好的考量。球场转型工程将收尾，就等验收与敲定开放时间。未来球场可跟澄清湖串联，成为高雄最辽阔的休憩空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
高雄中正5號的5車路口開始進行大改造，將重新規劃道路配置，劃設一條機車倒轉專用道，讓機車族轉向5福路唔免擱再大轉，並且設立大型的庇護島。工程開始施工以後，有部分的路段會暫時封閉，請用路人經過一定要特別細膩。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前的前置作业，中正路上的安全岛也已经围上了施工护栏，一旁的待转区一如往常的塞满了机车，但这个景象可能就快消失了。中正五福凯旋的五叉路口正式展开改造工程，已经在10月13号全面启动。我觉得蛮方便的，就可以不用在那边等，就可以直接就这样转过去，方便很多啊。但这红绿灯要等100秒，太久了。中正五福凯旋路口呢，因为有行人穿越距离过长，以及这个机车两段式左转的动线的问题。那为了改善这些部分呢，交通局跟公务局合作呢，预计在这个11月要完成这些改善的工程。那目前的话已经先进场。目前将会在中正路上多加设一条机车左转专用道，让机车族可以直接左转进五福路，不用再骑进待转区与前往凯旋路的车流交织在一起。骑士们也都表示这样子会安全许多。对，因为这个待转格其实很小啊，下班时间上班时间其实人很多，基本上5、6点的时候这里都超多车的，正常的，很多人都经过这里啊，嘿，而且这边算是一个大地标、大目标，嘿。不止机车环境引来改造，就连这条超长人行道也会进行改善。原先因为路幅过宽，民众过马路压力都相当大，宁愿绕路也不想通过这里。交通局将会把中正路上的中央分隔岛拉出，作为行人庇护区，让路人通过时可以更加从容。因为它那条很长的话，就是像有一些老人家或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他们可以在中间停一下，然后等一下再走。它的用意基本上我觉得是好的。路口西侧的部分的庇护岛会先行的施作，那东侧的分隔岛的部分呢，预计是11月会进场继续接着做。那有关网友关心的其他的像是中央分隔岛的庇护岛，以及周边的一些设施的改善的部分呢，那交通局跟公务局呢也持续在研议在进行。交通局提醒，工程期间会部分车道配合缩减，路幅会变得更加窄，请行经此处的用路人务必要减速慢行，希望重新把这个路口蜕变为一个更加友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实现高雄人本交通的城市愿景。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